今日一齊實測嘅粉底就係 NARS 全新推出嘅自然曝光持久粉底液。夏天我係混乾肌 T 位出油出汗好犀利，所以會配用翻一個 Ghost 嘅控油底霜搽喺 T 位。面嘅兩邊比較乾咧，就用 RMK 嘅防曬底霜，佢係帶少少潤度嘅。我收到3個色號，我自己就覺得最右邊嗰個色號咧最啱我。另外2個色對於我嚟講，一個太黃，一個太粉。佢個質地係比較結身少少，流動性咧係好低，唔需要疊加，淨係搽一層咧個 coverage 已經好高，幾容易推開同埋 blend 得均匀。但係佢會成膜，所以建議咧都係局部上完印開先至再上第2個部位，唔好搽晒成塊面先慢慢 blend。通常會成膜嘅粉底咧，我都唔建議用手上，用 sponge 會容易啲控制，唔夠快咧佢就會結成一嚿嚿，好快就成膜。用張紙巾黐落塊面俾大家睇下，1秒飄走咗。好好用嘅 NARS 大白餅早排推出咗2個全新色調，2個色都帶有微微嘅珠光，上面咧係令到塊面更加之立體有光澤。定妝用化妝掃上會更加貼。當日天氣又濕又熱，冇做運動，但喺條街都行咗一段時間，出汗出油嘅地方全部爛晒，然後面兩邊偏乾咧，佢都係炒晒車。其實拍呢條片之前咧，我已經試咗唔同嘅底霜咧，但係個結果都係一模一樣。佢防唔到汗嘅程度咧，甚至係一出汗就已經即刻辣。佢絕對唔係越夜越美麗嗰一種。偏乾性皮膚嘅我用完覺得實在太乾啦，但係見到油性肌膚嘅朋友仔讚好用，睇怕呢支都係有機限定。